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人看唔行，鬼看哭哭行”。这个意思是好人的话伊唔听，偏偏就相信歹人所讲的话，好人骗去也唔知影。另外俗语讲，唔捌花请人看，唔捌人死一半。有真侪少年人，尤其是刚出社会的人，因为识人不清，钱互骗去，也是讲交到歹朋友，互牵去做歹代志，互人骗去做人头顶顶，这种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就像买了这位少年人，一直想要买车，真无简单，欠一笔钱，看到网络有人伫卖车，伊连什么车都无看到，唔知影。对方要求伊汇头期款30万，伊嘛乖乖啊去邮局汇款，因阿妈行动拢无效，只好请警察做伙来甲苦劝，这30万才无互骗去。今日就讲的俗语是：人看唔行，鬼看哭哭行。